3月1日，一位知名的越剧表演艺术家赫然长逝，将无数扼腕、无数惋惜、无数怀念留在了人间。他就是芳华越剧团和越剧尹派艺术的创始人尹桂芳先生。尹桂芳1919年生于浙江新昌，10岁进入小科班习艺，14岁出科，兼演生旦净末丑各行。16岁起中东小生，1939年到上海，40年代开始积极推行全面的艺术改革。才知道你妹妹人大心也改。我在1945年改革以后，首先响应是尹桂芳大姐。她跟我不是在一个剧团。我12年改革以后，那个时候遭到了好多攻击的，同行的攻击，不了解的寄生在越剧圈里面的攻击。为什么呢？因为我越剧改革不但是舞台上的改革，还有包括后台的整顿，不许乱七八糟这些人到后台来，还有寄生在越剧圈里的敲诈勒索的这些人。所以这改革我是一系列的。虽然自己不是集团里的什么负责人了，还是有班长的啦，还有现在老板啦，有的老板都有的了，我是被雇佣的。但是我感觉到越剧改革从后台整顿起，一直到舞台上，所以这个呢，我遭到好多挨骂。寄生这个圈子里不能敲诈勒索了，那要攻击。还有一些老戏师傅，因为我演的都是一些新的戏，要有教育意义的，他们是胡编乱造的，所以对他们的这种我提出没有内容的不应该拿来演出，要对不起观众的这些人也要攻击。所以攻击的人是很多的。可尹桂芳大姐呢，她在44年，我是40年开始改革的，他44年首先响应改革了，所以这件事情我是感觉到，我们虽然没见过面，那个时候他也是我生病了40年，我回去了以后，那个习近这些人就帮助尹桂芳一起改革了。尹桂芳同志是个非常非常好的同志，他对于这个改革向往的非常强，他的愿望非常强烈。当时我们去的时候，还是有些阻力的。到龙门剧团去演出，去当这个剧务部的时候，很有些阻力的。不过幸好当时龙门剧场的这个经理是个年轻人，思想还开通，愿意接受我们这一批编导到他的这个剧团里头去，因为那个时候。所谓这个剧团实际上是前台经理出钱，这个办的剧团，这个剧团呢，等于是前台经理的拿着钱，给这个包银，这个有关剧团里头的布景、服装、道具都由他拿出来的。那么一般的这个剧场那时候改革还不什么厉害。这个刚刚是只有打来一个剧场，那么尹桂芳同志是第2个跟上来的，而且他的愿望非常强烈。那么这样一来呢，龙门剧场的经理呢，因为是个年轻人呢，也有这个愿望，那么这下正好是一拍即合。那么我们进去了，我们一进去条件很多一方面是布景要做。服装要按朝代样子设计重新做，那么这个下面的这个全部呢，这个都要依靠完整的要舞台监督，要演员，要这个导演，要编剧，一切都要正规化起来。那么这个时候，尹桂芳同志他是非常非常的支持这一个行动，他自己呢也
对于这个粤剧改革呢，他也有相当的这个看法。因此，我们之间呢，就合作得非常愉快。那么英国方面为人是足够好，伊第一本戏呢就看了美国电影啊，《月光宝盒》，《月光宝盒》之后嘛，阿拉叫阿拉旧部讨论，旧部们对这个只题材呢还蛮满意的，一拍脚嘛，两个人谈起来嘛，就定是沙漠王子。所以现在赵志刚老师继承毛卫涛老师浙江毛卫涛继承的是看家戏了。当然，这个叫保留节目的《沙漠王子》，《沙漠王子》是这个当时个定啥背景呢？定是蒙古族背景。蒙古族背景嘛，我就设计的方面嘛，就是服装啦、灯光啦、布景啦，侪是沙漠。演出之后嘛，呢轰动九星大区，轰动九星大区嘛，第二本戏嘛是这个叫。第二本戏嘛，就是回头想是徐静编的，英国方体验生活嘛，头一个发起。当时我们只有电影界、话剧界是体验生活的，粤剧界是没体验生活的。那么粤剧当时日两场演出了，日场之间嘛，英国方做事照接下去，拉得去看啥么子？看小青年的。一举一动，凭着锐意创新的精神、广采博纳的胸怀，殷桂芳在40年代的乐坛尽展风流。《沙漠王子》《回头想》《秋海棠》《浪荡子》《玉蜻蜓》《宝玉与黛玉》，伴随着一出出代表剧目的诞生，以潇洒脱俗、委婉醇厚为特质的粤剧尹派艺术渐成其后。特别是1946年芳华粤剧团成立之后，更有了万人空巷看桂芳的美谈。问你也是开不开？想保牛缺少同胞兄与弟，自信在于你林妹妹，你在对我是呀，叫我有苦去告诉想保牛平日心情总古怪，也不管家里妹妹来对待，啥事我真有
你也该对我分明白，要寻要骂都可以，你打我几下也应该。好妹妹，你谁呀？妹妹啊，你为何总是不开口，叫我是否猜对猜？纵然我费尽心血为你死，我也是一苦，却人们常说“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这诗句引用在尹桂芳的身上，绝不是套话。尹桂芳老师经常同我们讲，伊辣辣课班里9年的辰光，非常刻苦用功。师傅叫伊拉规定5点钟起来练功，伊总是提早1小时，4点钟就起来练功的。伊非常用心，非常刻苦，学文学武都是非常专心。伊武文呢翻荡跌扑，非常火爆。伊即使有小丑扎根营斗，也非常发血。所以伊呢辣辣课班里向跑龙套非常用心，做八达也非常认真。八达就是身带心没错，样样侪会。伊做龙套辰光，伊就用心呢，用心专门看到台浪向主要当然是小生花旦，另外包括其他行当角色，伊侪看了眼睛里，记了心里向。伊讲我小辰光记性老好，只要看3遍，我就才能够记回来。到辰光，伊拉假使讲有事体请假回去，或者有事体不上去，伊马上能够顶上去，而且伊讲基本上不会得错，伊老有信心。伊主要学个行当呢，倒是花旦。到16岁年底呢，伊就改伊小生了，改伊小生了。大概辣辣1938年间伐，伊到上海来定居演出了。但是呢，伊非常虚心好学，只要一有空，伊就跑到剧场里去看戏去。伊呢不是来学来用的，伊总归是有现实的去博采众长。伊讲伊每次出去看戏，伊从来不会得空手回来。伊讲每次出去看，每次有得收获的，总归要学点回来的。总归要学点回来。伊呢，蛮欢喜看这个女子乐剧当中有个小生叫祝苏娥，伊蛮欢喜听乐剧花旦私人化的唱腔。伊最欢喜看的、最爱看的呢是著名京剧小生叶盛来的戏。所以，辣辣伊身浪向呢，手指功、四手功、台步，都是很扎实的，都是很扎实。伊运用搿些手指四手相当运用自如。台步呢，走得飘逸潇洒。我老师呢，伊非常爱艺术，伊精益求精的爱艺精神呢，确实是。作为我们学生来讲是非常感动。尹桂芳同志呢，他对他自己的艺术是非常认真的。那个时候好苦啊，上午排戏，下午演出，晚上还要演出，这个人几乎是连轴转，没有什么休息的时间，也没有什么玩的时间，都没有，一天到晚是这个样子，天天是这样的连轴转。但是他们毫无怨言，特别是在我们去了以后，要剧本要背出来。过去不用背啊，那些背出几段唱词就可以了，其他你就在台上你爱怎么做就怎么说。可是我们去了以后不行，一字一句都要抠着，不能忘记，不能错。这个当然有一些演员是受不了的，就像我们在大来改革开始的时候一样。有些演员的确受不了，还有一些不认字的演员，你看怎么办？他在叫人家说
说给他听，然后他闭着眼死背，就这样子。那么不习惯的非常厉害，但是由于当时这个在大来剧场的袁学峰同志的强烈支持之下，这个就行通了。同样的这个问题在尹桂芳同志身上也有，他就是强烈的支持我们，他自己有以身作则。林妹妹，宝娘来了。
很多接近尹桂芳的人都说，虽然尹老师在生活上很容易听信别人，但是在艺术上非常的有主见、有追求，所以他会力排众议，在秋海棠的脸上画十字，会衣着破烂演浪荡子，还会在血洒孤城中扮演反派小生。我记得有一次我们排一个戏叫《石达开》，就说这个太平天国的翼王石达开的一生事迹，他演石达开，他是小生啊，到最后要装胡子怎么办呀？这个大家反对之声此起彼落。哎呀，这一装上胡子，你这个小生就不小生了，就不英俊潇洒了，这个怎么可以呀？这个争论很激烈，包括他的影迷啊，包括这个剧团里头的一些人都觉得是不应该装胡子，因为最后要装胡子。但是我坚持，因为石达开的最后一定要有胡子，不然这个石达开的威严没有了。这是尹桂芳啊，他就是答应装，绝对装，谁说也不听。从这一点上可以见得他非常对这个艺术上非常的认真，这种认真的程度啊，甚至可以牺牲自己的形象。正是这种为了艺术敢于牺牲自我的果敢性格，使尹桂芳尹派艺术平添了一层与生俱来的刚气，也让我们得以品味尹派艺术多重的韵味。尹桂芳的这个表演艺术啊，不仅仅在于我们现在的古装戏啊，他还演外国戏。我们粤剧院过去演了一些莎士比亚的戏哦，这个已经认为这是粤剧的这个新的东西了。但是当时尹桂芳在瑞金剧团就演了一个第四娘，那是绝对的外国戏，是这个西班牙的，就是那个时候是威尼斯啊，那是威尼斯政权。这个戏演得非常漂亮，中间还有斗剑、比剑、打西洋剑，那得要好好学啊。他还是照样学了，这一点，我觉得尹桂芳的这个艺术啊，这多方面的、各个层次的发展，这是很不容易的。有一个福建号称伊叫福州美来坊，一个民籍老艺术家叫陈一舟。有一次，伊去看了尹桂芳老师。正好演出一只现代折子戏，叫《枪山》。尹老师呢，辣《枪山》当中呢，演一个老爷爷翻身老农民，啊，演得相当风趣，啊，随后用一把蒲扇，啊，随后用把蒲扇，这把蒲扇是演得活了，所以这个陈一舟老先生、老艺术家呢，伊看完了以后呢，相当激动，就跑到剧场门口头，伊讲尹桂芳这个演员真是奇才啊！哪看，伊刚刚演这个枪山里个老爷爷，何里一点能够看到伊身浪向有一点点假包肉，都是2月4个印子，根本没做活了啊！尹桂芳不论是演现代戏，不论是演古装戏，男女老中少，每个角色演的是都非常相当出色。我从心底里向佩服伊。心
观众朋友们，今天的绝版赏析就给您播放到这儿。短短一期节目显然无法容纳尹先生厚重的艺术和人生。下次呢，我们将播出的是粤剧名宿尹桂芳专辑之2，欢迎您继续收看。再见。问上草，为我居心多反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绝版赏析尹桂芳专辑之2。如果说40年代是尹派艺术的初创和繁荣时期，那么50、60年代便是他艺术成熟与发展的时期。在这个时期诞生了何文秀、《红楼梦》、《盘妻锁妻》、《西厢记》、《屈原》、《江姐》等代表作。他呢特别强调个情字，比如说尹派唱腔有一句起腔，就是妹妹呀，这句起腔啊，这是观众非常喜欢的。也是最代表尹派唱腔的一个特点的。那么现在有好多学尹派的呢，这个学这句唱啊，变化不多。实际上他这句唱是变化很多的。这句唱是1937年的时候啊，他最早唱这句腔。那么当时唱的时候非常简单了，妹妹呀就很简单，所以不能表达一个充分的一种抒情的感情。那么后来呢，他觉得这句腔还是很好的，很能够表达一种委婉的情绪，因此他慢慢丰富，慢慢丰富。现在呢，很多戏里边都用了，但是每一个戏里边都不一样的。你比如说像那个《红楼梦》里边洞房妹妹啊，是吧？跟那个《山河恋》里边送信那段妹妹啊，完全不一样的。洞房那段呢是心里非常这个兴奋，抑制不住的感情。所以那个前面呢比较有点起伏，然后再到这个妹妹呀这样。娘子山河恋送信呢，就是随意的讲妹妹啊，随意的就讲出来了，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们理解尹派那个起腔啊，一定要从人物、从情出发来变化，不能为唱而唱。老师对我们讲，每个演员一定要熟悉生活，才能够演好每个人物。如果侬不懂生活，侬就演不好人物。确实是。譬如说，大家非常熟悉的尹派名剧《胡文秀》，放弃，双月放弃，里面呢有得半石头，就是窗口高头看不见。结果伊想哪能办呢？结果一看见一块石头，就引起可以提块石头去看得清。但是㑚可以看到，我老师一副眼神炯炯有神，人家讲伊会说闲话，搿副眼睛会说闲话。所以当伊眼神里看到搿块石头的辰光，那仔细看，伊搿块眼睛里就能够看到搿块石头的大小厚薄，伊基本上就有了。当伊要搬个辰光，搬搿块石头个辰光，伊个手，伊个脚，手指搿么撩一撩，脚嘛稍微放开点，衣裳嘛撩一撩，那么要用腰按下去，拿搿块石头呢搬起来，搬到窗口头前头。那就可以看到，伊眼睛里有搿块石头个大小，伊手里向就有搿块石头个分量，包括手，包括脚，包括腰，手眼身法都连贯起来，所以搿种形体美啊，搿种有动态搿种美，确实是不是3言2句能够形容得出来。包括伊搿块石头摆好了以后，跨上去，走下来，撩起衣裳来，跨块石头上跨下来，都非常美，都非常美。尹桂芳钟情于艺术，艺术也没有辜负了她。在不断的学习、改革和实践下，她的唱腔和表演日趋成熟，逐渐形成了具有自己独特风格的尹派艺术，被上海粤剧观众公认为粤剧皇帝。但见那
让那这个黄兰英啊，见吴文秀辰光呢，哭得过分伤心。吴文秀在外头听，哎哟，听到伊哪能哭得介伤心，好像有眼不大对劲了。伊急忙快点跨上这个石头，拿一只油脚呢，一只油脚脚尖提起来，因为急了，先那么脚尖提起来，提起来就辣这个窗洞里向呢，往里向看，一看黄兰英昏倒了院子浪向，搿伊急了。搿辰光呢，一只脚尖呢提起来，搿只左脚呢躺了海，所以一急呢，搿只左脚想踏下来嘛，结果踏空了，一踏空了就踏到地浪向了。但是相应之下呢，脚踏到地浪向呢，搿只鹅本来辣石头上头嘛，头升高，葛么一只左脚踏空了以后嘛，搿只鹅毛呢就不倒就靠到搿只窗开浪向，哎哟，哎伊连忙那只右手呢，快点握了搿个鹅毛捅下来，啊，那么一只右脚嘛慢慢就伸下来。搿个既生动又形象化的这个动作呢，每次引起现场的哈哈大笑。啊，搿些虚拟的动作啊，这些非常强的效果啊，都是老师呢辣生活当中摸索出来的，尽管是空的，尽管是虚拟的，让观众看得一清二楚，侪能够接受，侪能够接受。因此呢，这个效果呢非常强烈。乡内早上把父母叫一分两棒，三子请下炉中茶，分蔬菜要手上放。第一碗把香红灯天当肉，第二碗有件鱼儿铺皮香。第三碗香人蘑菇炖豆腐，第四碗白菜香瓜炒千张，第五碗酱烧葡萄浓又浓，第六碗酱油花椒在花上。他的唱腔自形成之后的几十年里，一直风靡乐坛，传唱不绝。在豫剧界演小生者中，学引腔的为数最多。所谓10声9引，就很形象地道出了他对人们难以抵挡的诱惑。还有《盘棋说棋》里面一场铜王，搿场是相当美。那么这个当时呢，辣戏谒声中。戏谒声中呢，交关武客、亲朋好友，侪来闹新房。这个红烛高烧啊，这个喜气洋洋。搿新官人呢，就坐辣新娘子的旁边。这个新官人就是梁玉师。搿梁玉师呢，把那搿种亲朋好友，把那搿些武客呢，闹新房闹得来难为情死了。所以呢，修礼。低下了头，越闹越结棍，把一个头越低越结棍，啊！后头呢，突然之间，伊觉着室内房间里向哪能安静起来了，没声音了？哎，哪能会得没声音了？伊就坐辣海个人嘛，伊就拿两只眼神呢，偷偷叫往前头一看，哎，没人嘛。再拿眼神呢左右一扫，就到观众讲，啊，伊轻轻的，这个是一个内心戏。不是真正讲没言语的动作，就是头摇了一摇，没人了，侪走了。伊呢，当时呢就
看到旁边新娘子，伊盖了个红巾，红头巾盖好了海，面孔上盖了块红巾，伊就心里想：哎呀，真高兴啊！啊，新娘子谢云阳果然嫁到我屋里来，果然嫁拨我了，现在真的来了海了。所以，搿种无谓的幸福感觉啊，对伊来讲呢，啊，全部浮现辣面孔浪向了，啊，当时相当优雅的音乐声中，辣优雅的音乐声的过门当中，伊就轻轻叫舒了一口气，渐渐叫个拿两只手头嘛透下来，慢慢叫立起来，就容易感情非常丰富啊，非常甜滋滋的，觉着哎呀相当满足，新娘子嫁拨我了。就辣搿种音乐声当中，辣搿种幸福感当中，轻轻叫唱出来：东望悄悄，情悠悠。后来还有呢，尹老师辣搿期童话当中呢，叫三声娘子，那是叫得真惟妙惟肖，叫得真惟妙惟肖。就是把谢云阳头浪向新娘子头浪向盖红盖头红巾呢，伊就挑起来，挑起来一看，啊，新娘子比初见辰光还要漂亮，啊，像天仙一般美。搿心里向是真一不是一个喜悦，高兴万分，急于想拿心底里向多少人家想侬啊、思侬啊，拿心里向想讲个闲话呢，想吐一吐，想到谢云阳呢，吐一吐。我想到侬真好看，总算今朝想到了。然后呢，第一次要以夫妻称呼去称一声娘子。那个辰光个小商来讲，那个男性来讲呢，是觉着难为情的，因为毕竟阿拉古时还是比较封建，尤其同谢云阳虽然像谢云阳写了3个月，但是还没正式开过口。当伊要第一次开口叫一声娘子，觉着难为情得不得了。开不出口，所以当伊第一句要开的辰光，但是又非常要一定要开口，一定要去叫伊的啊！伊呢，觉着相当难为情，那就搬出了身体，头嘛稍微低到一点，就阿拉喉咙口头轻轻叫了一声娘子，叫了以后，一听听没反应，哦，我叫得太轻了。因此呢，伊就转过身来，踏上半步，再叫一声娘子。这个姿势呢，稍微提高一点点啊，而且拖得长一点点。娘子，又没反应，搿哪能道理呢？哦，想着了，伊一定怕难为情啊，所以没回答。因此呢，当时想梁律师呢，就以行政意志，柔情脉脉，轻轻叫是改唱成功，用权力地位完全全面的一句最有代表性的、最脍炙人口的一句气腔，唱了一句娘子啊，此情此景，搿句唱腔呢用得恰到好处。娘子苦思
李后先生对于我大剧用了一定的心血改的。马占花是我们粤剧历史上一颗巨星。从前是为怕天真无心情，娘子我老师呢，人家不敢想的，伊敢想；人家不敢做的，伊敢做；人家不敢唱的，伊敢唱。伊大胆的打破了年龄界限，打破了性别界限，打破了行当界限，打破了文化界限。啊，伊是唱小生的，却又是唱老生的。伊是没文化的，要去演一个大诗人。啊，伊是一个女的，要一个男的。所以讲，一般呢，像我来讲是根本想也不敢想，啊，尤其是文化，伊小辰光书也没读过，现在要去演一个爱国诗人，啊，那个李少啊，啊，自家在作诗做剧种啊，不要讲是演的，伊说事实不实，那个几个那个诗里向事实不实，哪能去理会，哪能去啊体会？去表现，根本不可想象的。然而呢，伊做了，伊敢了，啊，伊不识字，伊不懂，就请编辑导演，辣辣伊化妆辰光，或者辣辣有点空的辰光，就等辣伊边头呢，读拨伊听，解释拨伊听，啊，伊就是搿能样子一点一滴，拿曲肉的生活慢慢讲理会进去了。我们有人讲，侬讲爱生活爱艺术啊，搿么艺术生活呢是艺术的源泉，搿么迭个大诗人，侬到啥地方去学呢？啊，伊讲平常也是呀，伊讲个，侬看我有浪荡子伐？啊，要赌博，要吃鸦片啊，吃酒跳舞。伊讲搿伊讲，哪人家不晓得？伊讲我吃只饭都样样会，伊是讲句玩笑啦。啊，伊跳舞跳得真好，麻将、画画。伊迭个侪是为了要演好一个人物，只有熟悉伊、了解伊，正像伊自家讲，才能够演好迭个人物。所以讲到曲艺呢，确实是，我呢当时到曲艺演出辰光呢，我确实有幸能够零距离的欣赏老师的演出，就拿伊第一个出场来讲。搿个搿种神态啊，都是到现在呢，我都是好像历历在目。伊譬如说，阿拉迭个第一场出场的辰光呢，因为前半场呢本来是全剧都是宋玉辣辣辩论辣辣讲，啊，全剧突然之间听到竹林深处啊，迭个先生辣辣吟诗了，有了作新诗了，所以当场呢，顿时间呢，迭个前面台前面半只台呢，灯光呢。逐渐暗下来，顿时台后半只台呢，这个一片鲜艳、壮丽的这个菊林的光彩，马上就亮起来了。集中灯光实照到后台，就是正好要预备完部稳健登场的曲艺身浪向，侬就看到伊。头上戴顶高硬的皮帽，白色宽袖长袄，蓝色的腰带鞋底，足蹬4寸的高靴，三绺青须，啊，这看见到呀，张毛锦绣，气宇轩昂，骨骼清奇，啊，完全是一位大诗人、大思想家、大政治家的啊。对，可惜，由于条件的限制，尹桂芳没有为我们留下影视资料。现在我们看到的，都是她在身体致残、尚未康复的情况下的文上草，为我举行多发。
曲女的高潮戏就是天文，以这个神物的这个激情喷薄而出啊，来地中搿种，伊就用了3拍老生的表演，用了少级的高腔、绍兴高调啊，这个来地中大家看过啊，天文确实是真像这个排山倒海的黄河怒涛。是真不是一句闲话、2句闲话讲得起。最后，伊冲入火光，昂首阔步的下去了。伊拉形容是美哉壮哉，所以周清芳老师看了尹桂芳老师的曲女，伊就讲真想不到尹桂芳会有搿个一招，邵丹同志呢也逢人宣传。尹桂芳老师真是一个了不起的演员。有一个著名的京剧小生，伊讲，辣尹桂芳身浪向，好像拿京剧表演艺术家的这个毛利良得知于正飞的表演艺术都集中了一个人身浪向。确实是，老师表演的曲女有小生的潇洒，有老生的风流。所以，不管是田汉同志邵丹同志都是满口赞赏。我所调高高望在上，既说是贵人之事，重要吗？万不就些什么应有于天堂。三思，害怕颠倒，无是非，唯唯我梦一场。阳为阴，阴为阳，往事既往，君不见曲女花袍高在四目上，为我不能国民真家邦，举目看天地愿望，玉帝红花很长天，功劳在红方，在红方。苍天，你回答，你回答呀！天瓦风雨，红衣人，一番人，一份理。让非所对他将二在一起。夜日里间才撇9天，他光顺顺，变化万千。
黑暗撇开。好了，观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欢迎下次继续收看《乐坛名宿》尹桂芳专辑之3。欢迎收看绝版赏析尹桂芳专辑之3。如果说尹桂芳以她风流潇洒的台风、隽永醇厚的唱腔而成为观众心目中当之无愧的越剧皇帝的话，那么她忠厚善良、宽厚淳朴的人品，使她成为了一位人敬人爱的大姐。大姐呢，她年龄当然比我大几岁，但是这个大姐呢，是我心里叫她大姐。因为她是我的恩姐，她扶我上轿，因为她培养我是冒了风险的。她原来就是合作还是有默契的。她跟着水照大姐呢，也是我们越剧界传为佳话，她们是舞台姊妹，生死之交。在观众中间都是知道的，就是尹桂芳做水照，那是大家都是认可的，他们一对好姊妹，不但在舞台上，在生活上，他们都是手切相关啊。生是同胞姊妹，所以他们非常好的。那么要叫做水照大姐娘戏，由她给我来配戏，那一个身手，我又是个青年演员。那他呢，不但在做水照大姐教戏的时候啊，他在旁边看，而且呢，他也给我指点，他马上就是自己啊，有的动作也好，有的演人也好，他就跟我交流了。在早晨练功，你想，我演捣仙草，在学捣仙草的时候，他把许仙，死了，他下来马上，他演那个我懂，因为我在早晨练功的时候啊，8岁我是给他打的。那么这另外一个呢，叫谁呢？是我们做水照大姐，所以他们两个呢，一个是罗东跟我东两个人，因为早晨他们教我的时候练，他是下巴连八字要搭着的吧，都是他们两个人给我打，这是不可思议啊！
他们就是一心要帮我扶持上去。我在讲就是排支长，就是尹桂芳做水藻，把福建乡这个名字放在中间，马上就是讲，就是3个头牌了，是给人感觉人家都看得出，我自己也觉得没有话，找不到什么字眼来感谢这2位大姐。所以尹大姐呢，就是这样来培养人。几年下来，他就讲：“小妹妹，你好飞了。”尹桂芳同志的为人呢，那是在粤剧界可是有口皆碑的，都认为他这个是个大好人，大的好人。什么问题？什么这个？哪一位同志啊，哪一位这个演员啊，还是哪一位老乡啊，有什么困难找到他，这是一开口他没有不答应的，他是尽力帮助。尹桂芳同志这个在我跟他合作的这些时间里头，是最不能忘记的。他对于我们编剧导演非常尊重，而且非常的体贴，就是经常对我们这个生活问题啊，对于我们的这个工作上的这个委屈与否啊，或者是不是受委了委屈啊，也都非常也都非常这个照顾。特别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个粤剧界的流氓叫金刚钻，这个时候他名叫金刚钻，就跑到后台来，要这个尹桂芳跟做水皂，就是端午时候啊，去演一场这个，跟他们去演一场这个堂会，出一场堂会。这场堂会呢，这个钱就是这些流氓拿走了，他们这些演员就是白唱一场，是这个意思。但是我在后台我就反对，我说绝对不可以，我们的演员就不出堂会。就吵起来以后，这个金刚队就走了。第二天带了一大堆人要打我，就是尹桂芳做水皂，把我藏在这个龙门大学的另外一个化妆间里头，他们一起出面把我挡，最后把这个这些流氓挡住了，我没有挨揍。这个我想啊，这个事情啊，就可以见得尹桂芳这个同志对人是怎么热情。王家大秀演出那个叫三五里，伊为10几妹里啊演出三五里嘛，伊为街头定义之后嘛，伊去参加演出了。参加演出之后嘛，观众也是讲伊蛮好了。为演出上三五里嘛，伊讲有讲我艺术上好。平平，伊讲我做人嘛平平，但是岳家家的同志呢，艺术上好，做人规范也好，所以这个伊像我拍电影啊，电影界要拍摄电影啊，伊为了10几万，伊投入巨财拍摄电影。见过吴才先生，我不是吴才，我叫沈贤。你要找吴才吗？是啊，还让你请他一声。姓邵的。
酒来了，见过无罪，起来，起来。我道你是个君子人，这样的戏弄人家不该意。我本是个大将军，岂可与你去送行？既是将军与身份，你怨我来与我算不清啊！谁叫你我的实话你不马信？我就已经得了病，人事方法口难言，病是要紧总在本。故而你有话只管对我讲，我常为你做不轻。这样说来是我错怪了你，这样说来我是当得了你，不妨事。本小姐到此有我关，我特地先来送私信，这封私信我真想，那无罪的妹妹认得伊，她不是被人无拘无踪啊！因此事我已早知情，那李三想把王比他的口供他不肯，故所以暗中写好信一封，他叫我送于无罪偏家庭。你把事情讲与我听你却多于那无就听。这次我也想托你打风景，不知小姐肯不肯？你把事情来交与我，我与你送一些信人。我不知事情是口信，口信谁来呀？我记在心里。这个口信要当心，不可再与那旁人听。在我的口，在你的心，答应了举送要去去。在350演出的时候，我觉得我们一年到底被老板雇佣，为老板卖命。为什么我们把我们这些好的人不集中起来呢？集中起来，我们自己有个剧场啊，可以轮流演出啊，也可以提高啊。当然，我是天生的想法。那时候自己只有20几岁嘛，在47年的时候，我第一次见到尹桂芳，我并且叫吴小丽啊、许天文啊跟尹桂芳带信。他就答应了。我说我们趁歇下的时间，我们联合演出，演出的钱可以多少，我们自己可以那个基本观众可以认估，我们自己不足的我们还可以演出，自己少个剧场，我们轮流演出，跟尹桂芳做事做一见面啊，一拍即合。他没有提了一句话，他说我相信你。你讲的话我相信的，我一定支持。所以平常没有接触的可以建立这种信任感啊，那尹桂芳大姐跟做谁知道，我也非常感激的。我们350年当时在黄金大戏院演出，所谓10大姐妹啊，实在是客观上讲我们是姐妹，我们自己也没有讲过，但是大家在一起啊，牵了黑呀，登了宝啊，我们要少一个剧场啊，
再要有一个血管啊，要培养下一代。那个时候我们自己只有20几岁，我们就感觉到应当自己如何提高，又如何培养接班人。所以尹大姐也是同意的。可是我们做这件事情遭到国民党的反对，他觉得正是我们演出在36年的时候，那是我们一个特别期末票子全部停光，半个月的票子全部停光了。正是大学生做60岁吧，在中国大戏院，那个好多个知名演员、经济家的啊，梅兰芳啊、崔新芳他们都去做后演出了。可是我们在望京大戏院演出照样看吧，照样满足。可是国民党觉得肯定啊，你们这样大的动作啊，并且引起全上海的注意啊，他们就给我戴上红帽子了，说这个演下来都简直啊是给共产党的，所以就遭到勒令停演。遭到勒令停演等于违法了我们演出。当时啊，我一定要去交着。啊，他们那个公安局已经来了，要勒令停演了。我们只演了3天啊，我一定要去交着。当时我们签约的时候，10个姐妹啊，好像有男同党啊，有副同乡，应当是那样的一种组织。在这个时候，跟我一起走的就是吴小那个尹桂芳，也是尹大姐，所以我直接面对的吴开心，面对面的势力。不能勒令停演，勒令停演是违法了。我们玩什么法呢？他说你们要成立基金保护委员会。我们说有的，我们基金保护委员会犯罪圈什么都是。他说不是，基金保护委员会要实付的机关啊，那个要所谓严的。可是国民党当时把我看成过是一个那出事分子了，所以挑拨离间，什么事情都干了。勒令停演干了，我们经过交涉以后，一场都不停，还是演出，可是受到了影响。我们演下来钱呢，随这个基金保护委员会来保管了，动弹不得。所以在旧社会要做一件事情那么困难，在那样的情况下面，尹大姐呢，她跟我是那万难与共的。妹妹我的年轻真的听呀，现在我和你开心年，就是当和你见了面，你的眉毛像天线，我无爱恋在心啊的也美呀，我和你你不知，我想你你不见，我与你说话你不回答，我和你这一件事非敷衍也美啊，我是一见就钟情你，为知你可非将我怜，我是一见就钟情你呀，你我真好像尹先生长得很美，尤其是一双眼睛顾盼传神，而与他的外表美相得益彰的是他美丽的心灵，美好的修养品格使他的艺术更见风采。我举一个例子啊，
就是在福建我们慰问部队的时候呢，我们方法是很特殊的，就是得到了就是党政军领导的高度的赞扬，特别是广大的官兵战士啊什么，对我们都是非常非常欢迎的。那边去演出的时候呢，就是不能白天去，要晚上坐那个木船啦，就是这样子晚晚的去。那么我们有的都是呕吐了，是吧？那么一个晚上呢，就是悠悠的过去了。一到早晨呢，大家都是说休息一下吧，部队的领导说休息一下吧。那我们团长、我们同志们都说不要休息，马上就投入战斗啊。那么马上就是去慰问那个城地上的，就是那么岗哨啊，或者食堂啊，或者商院啊什么，我们马上去参加活动。上午、下午都是活动了。那么接着呢，晚上要到一个地方，就是个礼堂去演出那个宝月与黛月。那么这时候呢，就是说，确实是我讲心里话，我觉得很累了啦。那么到了那边的时候呢，我记得是晚上7点钟，7点的时候呢，解放军什么的都已经是在剧场门口都站在那里了。那么这时候呢，我们都没吃过晚饭了。那么那个领导呢，当然都很关心我们，我们倒把我们作为贵宾这样的接待我们。他说那么晚了，昨天晚上一个晚上就是坐船又没有休息过，那就今天就取消吧，不要演出了。那我当时就觉得，哎呦，是好的，不演出，我可以松一口气了，是吧？那么当时呢，就是你想一想，那边就是说文化是比较是枯燥的，许多解放军已经到了剧场门口了，这不演出了，突然他们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了。那么有个部队的那是有我们的团里的一个领导，就回去跟团长讲了这个情况，团长想一想，他说不行，那我们还是要演出。那么后来团长坚持的，无论如何一定要演出。是我觉得老师除了教戏，还有就是做人这个上面教会我很多东西。因为当时我是一个初出茅庐的一个青年学生，而老师是一个表演艺术家，对待一个刚刚学习影派的一个青年学生，他的这种认真使我非常受到感染。同时他对一个青年学生的这种关心又恰恰让我非常感动。因为当时我是来自于嘉定农村，住在集体宿舍，吃的也是非常简单。老师就担心我的身体，因为我当时非常单薄，非常瘦小，就是经常会烧。他知道我喜欢吃那个虾，他就经常会烧一些盐水虾、油爆虾，一罐子一罐子的带来给我吃。同时因为当时知道我们食堂也是吃得很差，非常这个艰苦的。经常会请我到他家里去吃饭，他说只刚你排完戏就到我家里去，所以这个当时我是非常感动。就是在家里，因为我家在农村，恰恰我感受到了就是慈母般的这种关爱。所以当时后来我写过一篇文章《恩师慈母尹桂芳》，那么恰恰我的老师的年龄又是跟我的外婆是同岁，所以更感觉到有这样的一份亲情，而且更当时激励我就是要很好的继承学习这个影派的艺术。还有呢，就是老师就是他半身不遂，他从他住的家到越剧院还是有一段路，虽然是比较近的，但是如果按他的这个身体状况的话，他过来的这段路上是非常艰难的。那么每次都有他的外孙女，就是推着自行车，他坐在自行车的这个后座上面，就是推到这个我们越剧院来。那么有一天呢，是下着这个大雨，那么我是在练功房的排练场的门口，就是苦苦的守候。我想今天下这么大的雨，应该老师可能就不会来了，但是又很希望老师的身影能够出现，所以抱着这种矛盾的心态呢，我又不希望老师来，因为这么大的雨，我相信他如果，因为当时出租车还不是非常的普及，所以而是老师对自己也是非常节约的，所以就是经常是推着自行车来。那么结果他还是来了。当我就是看到在大雨之中自行车上这个撑着雨伞浑身淋湿的这个老师出现在我的面前的时候，我当时是眼睛湿润了，我心里是非常非常的感动。就是为了一个青年学生能够这样的就是认真的
而且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的这样的关爱。是的，作为一个德艺双馨的演员，以更多更好的作品奉献给观众，是对尹先生泉下之灵最好的告慰。好了，今天的绝文赏析就到这儿结束了，欢迎您下次继续收看《乐坛名宿》尹桂芳专辑之4。好，朋友们，再见。欢迎收看绝版赏析尹桂芳专辑之4。尹派艺术风靡一坛，独树一帜，这其中既源于尹桂芳深厚的艺术功底、出色的艺术悟性，也源于她锲而不舍的毅力、创新求进的精神。而这种不愿墨守成规、大胆开拓的创新精神，融化在她的一生之中，也激励和影响了尹派的后来者。在教的同时，他非常注意就是节奏。看似比较平淡的一段戏中间，恰恰就是老师把节奏的这个处理，使得一段唱腔、一段表演就非常的突出。还有像就是老师对这种艺术的这种创新的这种精神和态度，让我非常受感染。尹桂芳同志啊，善于吸收，
而且也要把吸收来的东西啊融为一体，成为影派唱腔里边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个非常重要的。你像我们1953年的时候搞那个何文秀算命这一段，当时就研究啊怎么吸收评弹的，也吸收那个这个杭州的武林调啊，再加上影派唱腔，把它揉在一起啊。当时觉得是不能揉在一起啊，但是经过我们仔细的琢磨，慢慢的磨嘛，就是成为现在这个何文秀算命这段东西。它实际上里边很多成分在里边。再像曲苑这样慷慨的这个雷电颂，完全用粤剧唱腔是不可能表现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就吸收了绍兴大班、高亢激越的东西，同时呢，也用了很多朗诵性的一种扑灯额啊、吟诵跟那个唱结合起来，这个表现那个气势磅礴的这个雷电颂，把曲苑的这种这个满怀激情啊表现出来。所以难，我觉得难就难在这个地方，要广泛的吸收，又要变成这个影派的组成部分，而且要体现这个人物恰到好处。所以这一点呢，我觉得值得我们研究，啊，所以尹桂芳同志他是很有开拓性的，啊，他很有开拓性，所以这个曲苑这个他演老生嘛，啊，他当时呢是向那个赵丹同志学习的。就是赵丹呢，1953年在北京演出曲苑话剧曲苑，那么我们都去看了，看了以后呢，这个尹桂芳同志决定就演曲苑。当时我们都担心这个曲苑能不能演好的，是吧？你是演小生嘛，怎么演老生呢？他认为可以的，啊，于是呢就排这个曲苑。当时排曲苑的时候呢，花了很多功夫的。他呢，因为这个对那个楚辞啊，对那个曲苑那些这个。离骚啊，什么居颂啊，这些词啊，理解力还不够，那么就请了很多专家来帮他讲课，啊，帮他讲课。那么同时呢，我们还请了这个排练那个话剧曲苑的这个导演陈立庭先生来做艺术指导。这演到1954年的时候呢，在参加华东汇演，他呢得到了这个表演1等奖，啊。这个陈立庭先生对他有个评价，说尹桂芳演的曲苑不下于赵丹，这个评价很了不起的，这个评价是很了不起的。陈立庭先生是一个啊，这个很有名的一个导演艺术家，他对尹桂芳的评价是这么高，而赵丹看了这个尹桂芳演的曲苑以后，也是非常高兴。就对一个女同志能够演到这样是非常不容易的，所以呢，我们下面呢就要介绍一下他这个雷电颂，啊，开头一部分呢，就是我刚刚讲过了，就是用了绍兴大班，还用了吟诵、扑灯额结合起来，啊，这个等于是一首诗啊，一首雷电中的诗，把它这个通过粤剧来表现出来。然后呢，就是转入安静的唱玄下腔，最后呢又慷慨起来唱，
万物都是什么应有于天堂，看人世害怕颠倒，无是非，问为我梦一场，一样为因，因为样，梦往自己寄望，君不见，却愿花宝高在世上，为我不能自国民分家邦，举目看天地愿望，一缕红花很长天，风到在红方，在红方，苍天，苍天，你伟大，你伟大呀！天瓦风雨，红衣人，一分人，一分理。让非所对他将儿在一起。言日里间才撇9天，他光顺顺变化万千，须知黑暗撇开。切破灰幕，生儿红楼为力无穷，天地的水，千里起风，悠悠精灵替我下令。那么提到屈原呢，这里要提齐亚仙了。当时1954年参加华东汇演的时候呢，就是邀请这个齐亚仙来演那个屈原的学生婵娟。这个齐亚仙演婵娟演得相当不错的，也得了表演1等奖。那么现在我们留下有一段非常精彩的一个对唱，
就是曲苑跟那个齐亚仙婵娟对唱一段，这段唱呢可以说也是一种经典性的唱段吧。举手心愿，重见光明，历历尽尽，不作前。皎皎明月，悠悠无事。望天后，见此景。眼看乱绕中人，孤孤浑浑人众人皆得我多心。
一段屈原让我们领略了尹派艺术的多重风采。它不仅是缠绵的、温柔的，如盘妻，如宝玉与黛玉，它还是慷慨激昂、忧愤深沉的。正所谓一字行腔，以情制强。他的唱腔是这个特别强调一个情字，特别强调感情。比如说我们一起合作的设计唱腔的时候呢，他首先要从人物的感情琢磨，这个性格怎么样啊，当时的感情怎么样，然后呢一起来研究这个唱。所以他的唱腔不是为唱而唱，而是为人物而唱的。所以这个他的唱，听他的唱是吧，好像是在听他说话一样的。尹派唱腔最大的特点就是自然亲切，啊，没有感觉他在唱，好像是似乎是跟你在靡靡而谈这样的感觉。特别是他的清版，他的清版啊，是所谓清版就是不加伴奏的清唱，或者少量伴奏的清唱。他的清版就是这个字啊清清楚楚，感情交代的很有的层次。你比如说《浪荡子》吧，这一段100多句的唱，大部分都是清版，来唱的一个完整的故事，等于。所以听他这个大段的清版，等于是在跟你在说书一样的。所以呢，他因为尹桂芳同志小时候他学了很多说唱的东西，所以他那个唱里边包含了很多说唱的成分在里边。特别是你像何文秀那个算命这一段，就是说唱啊，又说又唱，所以听得非常生动啊。听尹派唱腔呢，人家说唱腔生动，他的确是生动了啊。这个还有呢，他的唱呢，他这个节奏上变化比较多，他的节奏变化是或快或慢啊，或紧或松，他根据感情需要来。你比如说这个《西厢记》那个手咏那一段，他等那个莺怎么还不来呢？开始比较安静的，慢慢一听到动静，以为是莺来了，赶快出去，把唱马上就快起来，然后呢又慢下来。所以这个他的唱啊，听他的唱是或快或慢，很自然。当时我记得陈欣怡导演和我一起去了尹桂芳老师家去拜访，当时就是陈欣怡导演就问到尹老师，他说志刚如果要演好宝玉，老师你说他应该注意一些什么，最重要的是什么？当时老师他已经不能说话，但是他用手示意我拿了笔和纸，他用左手在我跪在他的前面，他在我的手心里面用纸和笔在我的手心里写下了一个情字，感情的情字。当时我就非常感动，但是我还不理解。那么陈导当时就跟我说，他说志刚，你要用情去演好宝玉，这是老师对你的教诲。土台路，幸福林林碧，挖几句，四不内无一无你情。
那时候两小无猜空飞到后来我有妹妹都长大，共度西夏在花林，我若是破釜讨薪真情爱，妹妹是心头早有看不厌，到如今无人共把西厢多，可怜我伤心不过梨花凋尽，记得你一红月上了闭门岗，你是人不关心也不明，妹妹呀，你为我一往情深把平添，我为你是醉里梦里长相好容易盼到童话化作烟，总以为美梦音乐一线牵，想不到林妹妹变人放飞飞，恰原来你被逼死，我被压苦。望龙多是我还世上碰到无上气，别怕你没无论是高雅脱俗、出神入化的尹派艺术，还是与人为善、真挚侠义的尹桂芳的为人，都令艺坛内外赞不绝口。所谓“斯人已去，风范长存”。今天，乐坛后辈如能发扬光大尹派艺术，学习老师的高风亮节，便是对尹先生最好的纪念了。观众朋友们，乐坛名宿尹桂芳专辑到今天全部播放完了。但愿我们用回忆编织的这几束花环，能够赢得您的共鸣和喜爱。好。一吐，想到这样的吐一吐，我想到了真好苦，总算今朝想到了。然后呢，
第一次要以夫妻称呼去称一声娘子。那个辰光个小商来讲，那个男性来讲呢，是觉着难为情的，因为毕竟阿拉古时还是比较封建，尤其董小云虽然乡下云也下了3个月，但是还没正式开过口。当伊要第一次开口叫一声娘子，觉着难为情得不得了，开不出口。所以当伊第一句要开的辰光，但是又非常要一定要开口，一定要去叫伊的。啊，伊呢，觉着相当难为情，他就搬出了身体，头嘛稍微低倒一点，就到了喉咙口头轻轻叫了一声娘子，叫了以后，一听听没反应。哦，我叫得太轻了，因此呢，伊就转过身来，踏上半步，再叫一声娘子。这个姿势呢，稍微提高一点点啊，而且拖得长一点点。娘子，又没反应，搿哪能道理呢？哦，想着了，伊一定怕难为情啊，所以没回答。因此呢，当时想这个梁女士呢，就以行政意志，柔情脉脉，轻轻叫，就改唱成功，用权力地位按照全面的一句最有代表性的、最脍炙人口的一句气腔，唱了一句娘子啊，此情此景，搿句唱腔呢用得恰到好处。娘子李后先生对于我大致用了一定的心血改的。马占花是我们越剧历史上一颗巨星。从前是为他天生父亲亲，娘子我老师呢，人家不敢想的，伊敢想；人家不敢做的，伊敢做；人家不敢唱的，伊敢唱。伊大胆的打破了年龄界限，打破了性别界限，打破了行当界限，打破了文化界限。啊，伊是唱小生的，却又是唱老生的；伊是没文化的，要去演一个大诗人。啊，伊是一个女的，要一个男的。所以讲，一般呢，像我来讲是根本想也不敢想，啊，尤其是文化，伊小辰光书也没读过，现在要去演一个爱国诗人，啊，那个李少啊，啊，自家在作诗做剧种啊，不要讲是演的，伊说字也不识，那个几个那个诗里向字也不识，哪能去理会，哪能去体会？去表现，根本不可想象的。然而呢，伊做了，伊干了，啊，伊不识字，伊不懂，就请编辑导演
辣辣伊化妆辰光，或者辣辣有点空个辰光，就蹲辣伊边头呢，读拨伊听，解释拨伊听。啊，伊就是搿能样子一点一滴，拿吃肉个生活慢慢讲理会进去了。我问伊，你讲光，侬讲爱生活爱艺术啊，搿么艺术生活呢是艺术个源泉，搿么迭个大诗人，侬到啥地方去学呢？啊，伊讲平常事业，伊讲个，侬看我有浪荡子伐？啊，要赌博，要吃鸦片啊，吃酒，跳舞。伊讲搿伊讲，哪人家勿晓得？伊讲我吃只饭都样样会，伊是讲句玩笑啦。啊，伊跳舞跳得真好，麻将、画画，伊迭个侪是为了要演好一个人物。只有熟悉伊、了解伊，真像伊自家讲，才能够演好迭个人物。所以讲到吃肉呢，确实是，我呢当时到吃肉演出辰光呢，我确实有幸能够零距离的欣赏老师的演出。就拿伊第一个出场来讲，搿个搿种神态啊，都是到现在呢，我都是好像历历在目。伊譬如说，阿拉迭个第一场出场的辰光呢，因为前半场呢本来是全卷都是宋玉辣辣辩论辣辣讲，啊，全卷突然之间听到竹林生子啊，迭个先生辣辣吟诗了，有了作新诗了，所以当场呢，顿时间呢，迭个前面台前面半只台呢，灯光呢逐渐暗下来。顿时台后半只台呢，这个一片鲜艳壮丽的这个绝林的光彩，马上就亮起来了。集中灯光直照到后台，就是正好要预备完部稳健登场的曲女身浪向。侬就看到伊头上戴顶高硬的皮帽，白色宽袖长袄，蓝色的腰带鞋底，足蹬4寸的高靴，三绺青须啊，这可见到呀，装帽锦绣，气宇轩昂，骨骼清奇啊，完全是一位大诗人、大思想家、大政治家的一代。可惜，由于条件的限制，尹桂芳没有为我们留下影视资料。现在我们看到的，都是她在身体致残、尚未康复的情况下的演唱。为我举行多反复，问上朝为我做事太放荡，忠良无才早散落，天下无功在风沙。父王你为我才人父王无道为我还能称父王胜利你在无方。曲牛的高潮戏就是天文，以这个人物的这个激情喷薄而出啊，来电中，这种伊就用了3拍老生的表。2000年3月1日，一位知名的越剧表演艺术家赫然长逝，将无数扼腕、无数惋惜、无数怀念留在了人间。他就是芳华越剧团和越剧尹派艺术的创始人尹桂芳先生。
情比虚空殷桂芳1919年生于浙江新昌，10岁进入小科班习艺，14岁出科，兼演生旦净末丑各行。16岁起专攻小生。1939年到上海，40年代开始积极推行全面的艺术改革。才知道你妹妹人大心也改。我在1945年改革以后，首先响应是殷桂芳大姐。她跟我不是在一个阶段。我12年改革以后，那个时候遭到了好多攻击的，同行的攻击，不了解的寄生在语剧圈里面的攻击。为什么呢？因为我语剧改革不但是舞台上的改革，还有包括后台的整顿，不许乱七八糟这些人到后台来，还有寄生在语剧圈里的敲诈勒索的这些人。所以这改革我是一系列的。虽然自己不是集团里的什么负责人啦，还是有班长的啦，还有现在老板啦，有的老板都有的了，我是被雇佣的。但是我感觉到有些改革从后台整顿起，一直到舞台上，所以这个呢，我遭到好多挨骂。寄生这个圈子里不能敲诈勒索了，那要攻击。还有一些老戏师傅，因为我演的都是一些新的戏，要有教育意义的，他们是胡编乱造的，所以对他们的这种我提出没有内容的不应该拿来演出，要对不起观众的这些人也要攻击。所以攻击的人是很多的。可殷桂芳大姐呢，她在44年，我是40年开始改革的，他44年首先响应改革了，所以这件事情我是感觉到，我们虽然没见过面，那个时候他也是我生病了40年我回去了以后，那个习近这些人就帮助殷桂芳一起改革了。殷桂芳同志是个非常非常好的同志，他对于这个改革向往的非常强，他的愿望非常强烈。当时我们去的时候，还是有些阻力的。到龙门剧团去演出，去当这个剧务部的时候，很有些阻力的。不过幸好当时龙门剧场的这个经理是个年轻人，思想还开通，愿意接受我们这一批编导到他的这个剧团里头去，因为那个时候。所谓这个剧团实际上是前台经理出钱，这个办的剧团，这个剧团呢，等于是前台经理的拿着钱，给这个包银，这个有关剧团里头的布景、服装、道具都由他拿出来的。那么一般的这个剧场那时候改革还不怎么厉害。这个刚刚是只有打来一个剧场，那么殷桂芳同志是第2个跟上来的，而且他的愿望非常强烈。那么这样一来呢，龙门剧场的经理呢，因为是个年轻人呢，也有这个愿望，那么这下正好是一拍即合。那么我们进去了，我们一进去条件很多一方面是布景要做。服装要按朝代样子设计重新做，那么这个下面的这个全部呢，这个都要依靠完整的要舞台监督，要演员，要这个导演，要编剧，一切都要正规化起来。那么这个时候，殷桂芳同志他是非常非常的支持这一个行动，他自己呢也。对于这个粤剧改革呢，他也有相当的这个看法，因此我们之间呢就合作得非常愉快。那么殷桂芳嘛，为人是足够好。伊第一本戏呢，就看了美国电影《月光宝》
月光宝之后嘛，阿拉叫阿拉旧部讨论，旧部对这个只题材呢还蛮满意的，一拍架嘛，两个人谈起来嘛，就定成沙漠王子。所以现在赵志刚老师继承毛伟涛老师浙江毛伟涛继承的是看介戏了。当然这个叫保留节目的沙漠王子。沙漠王子是这个当时定啥背景呢？定是蒙古族背景。蒙古族背景嘛，我就设计的方面嘛，就是服装了、灯光了、布景了，侪是沙漠。演出之后嘛，呢轰动九星大区。轰动九星大区，因为第二本戏嘛是这个叫第二本戏嘛，就是回头想。回头想是徐静编的，尹桂芳体验生活嘛，头一个发起。当时我们只有电影界、话剧界是体验生活的，越剧界是没体验生活的。那么当时廿两场演出了，廿场之间嘛，尹桂芳做四招切下去，拉得去拉我，拉得去看啥么子？看小青年的一举一动。凭着锐意创新的精神、广采博纳的胸怀，尹桂芳在40年代的乐坛尽展风流，《沙漠王子》《回头想》《秋海棠》《浪荡子》《玉蜻蜓》《宝玉与黛玉》，伴随着一出出代表剧目的诞生，以潇洒脱俗、委婉醇厚为特质的粤剧尹派艺术渐成其后。特别是1946年芳华越剧团成立之后，更有了万人空巷看桂芳的美谈。
很多接近尹桂芳的人都说，虽然尹老师在生活上很容易听信别人，但是在艺术上非常的有主见、有追求，所以他会力排众议，在秋海棠的脸上画十字，会衣着破烂演浪荡子，还会在血洒孤城中扮演反派小生。我记得有一次我们排一个戏叫《石达开》，就说这个太平天国的翼王石达开的一生事迹，他演石达开，他是小生啊，到最后要装胡子怎么办呀？这个大家反对之声是此起彼落。哎呀，这一装上胡子，你这个小生就不小生了，就不英俊潇洒了，这个怎么可以呀？这个争论很激烈，包括他的影迷啊，包括这个剧团里头的一些人都觉得是不应该装胡子，因为最后要装胡子，但是我坚持，因为石达开的最后一定要有胡子，不然这个石达开的威严没有了。所以尹桂芳啊，他就是答应装，绝对装，谁说也不听。从这一点上可以见得他非常对这个艺术上非常的认真，这种认真的程度啊，甚至可以牺牲自己的形象。正是这种为了艺术敢于牺牲自我的果敢性格，使尹桂芳尹派艺术平添了一层与生俱来的刚气，也让我们得以品味尹派艺术多重的韵味。尹桂芳的这个表演艺术啊，不仅仅在于我们现在的古装戏啊，他还演外国戏。我们越剧院过去演了一些莎士比亚的戏哦，这个已经认为这是越剧的这个新的东西了。但是当时尹桂芳在瑞金剧团就演了一个《第四娘》，那是绝对的外国戏，是这个西班牙的，就是那个时候是威尼斯啊，那是威尼斯政权。这个戏演得非常漂亮，中间还有斗剑、比剑、打西洋剑，那这要好好学啊。他还是照样学了，这一点啊，我觉得尹桂芳的这个艺术啊，这多方面的、各个层次的发展，这是很不容易的。有一个福建，号称伊叫福州美来坊，一个民籍老艺术家叫陈一舟。有一次，伊去看了尹桂芳老师。正好演出一只现代折子戏，叫《枪山》。尹老师呢，辣《枪山》当中呢，演一个老爷爷翻身老农民，啊，演得相当风趣，啊，随后用一把蒲扇，啊，随后用把蒲扇，这把蒲扇是演得活了，所以这个陈一舟老先生、老艺术家呢，伊看完了以后呢，相当激动，就跑到剧场门口头，伊讲尹桂芳这个演员真是奇才啊！哪看，伊刚刚演枪山里个老爷爷，何里一点能够看到伊身浪向有一点点假包肉，都是梁玉石的影子，根本没做活了啊！尹桂芳不论是演现代戏，不论是演古装戏，男女老中少，每个角色演的都非常相当出色。我从心底里向佩服伊。关山心
机关，万事兴。观众朋友们，今天的绝版赏析就给您播放到这儿。短短一期节目显然无法容纳尹先生厚重的艺术和人生。下次呢，我们将播出的是粤剧名宿尹桂芳专辑之2，欢迎您继续收看，再见。分上草，为我居心多反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绝版赏析尹桂芳专辑之2。如果说40年代是尹派艺术的初创和繁荣时期，那么50、60年代便是他艺术成熟与发展的时期。在这个时期诞生了何文秀、《红楼梦》、《盘妻所妻》、《西厢记》、《屈原》、《江姐》等代表作。他呢特别强那个情字，比如说尹派唱腔有一句起腔，就是妹妹呀，这句起腔啊，这是观众非常喜欢的，啊，也是最代表尹派唱腔的一个特点的。那么现在有好多学尹派的呢，这个学这句唱啊，变化不多。实际上他这句唱是变化很多的。这句唱是1937年的时候啊，他最早唱这句腔。那么当时唱的时候非常简单了，妹妹呀就很简单，所以不能表达一个充分的一种抒情的感情。那么后来呢，他觉得这句腔还是很好的，很能够表达一种委婉的情绪，因此他慢慢丰富，慢慢丰富。现在呢，很多戏里边都用了，但是每一个戏里边都不一样的。你比如说像那个《红楼梦》里边洞房妹妹啊，是吧？跟那个《三合恋》里边送信那段妹妹啊，完全不一样的。洞房那段呢是心里非常这个兴奋，啊，抑制不住的感情，所以那个前面呢比较有点起伏，然后再到这个妹妹呀这样。娘子三合恋送信呢，就是随意的讲妹妹啊，随意的就讲出来了，完全不一样的，啊，所以我们理解尹派那个起腔啊，一定要从人物、从情出发来变化，不能为唱而唱。老师对我们讲，每个演员一定要说。我有苦去告诉想宝玉平日心情总古怪，也不管家里妹妹来对待，大事我真有3分错，你也该对我分明白，要训要骂都可以，你打我几下也应该。好妹妹，你谁呀？妹妹啊，你为何总是不开口，叫我自我猜对猜？纵然我费尽心血为你死，我也是一苦，却人们常说“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这诗句引用在尹桂芳的身上，绝不是套话。尹桂芳老师经常同我们讲，伊辣辣课班里就业的辰光，非常刻苦用功。师傅叫伊拉规定5点钟起来练功，伊总是提早1小时，4点钟就起来练功的。啊，伊非常用心，非常刻苦，学文学武都是非常专心。伊武文呢翻荡跌扑，非常火爆。伊即使有小丑扎根营斗，也非常发血。所以
伊呢，辣辣锅杯里向泡龙汤非常用心，做八搭也非常认真。八搭就是生旦净末丑，样样侪会。伊做龙汤辰光，伊就用心呢，用心专门看到台浪向，主要当然是小生花旦，另外包括其他行当角色，伊侪看了眼睛里，记辣心里向。啊，伊讲我小辰光记性老好，只要看3遍，我就才能够记回来。到辰光，伊拉假使讲有事体请假回去，或者有事体不上去，伊马上能够顶上去，而且伊讲基本上不会得错，伊老有信心。伊主要学个行当呢，倒是花旦。到16岁年底呢，伊就改伊小生了，改伊小生了。大概辣辣1938年间伐，伊到上海来定居演出了。但是呢，伊非常虚心好学，只要一有空，伊就跑到剧场里去看戏去。啊，伊呢不是来学来用的，伊总归是有现实的去博采众长。伊讲伊每次出去看戏，伊从来不会得空手回来。伊讲每次出去看，每次有得收获的，总归要学点回来的。总归要学点回来。伊呢，蛮欢喜看这个女子越剧当中有个小生叫祝淑娥，伊蛮欢喜听越剧花旦私人化的唱腔。伊最欢喜看的、最爱看的呢是著名京剧小生叶盛来的戏。所以，辣辣伊身浪向呢，手指功、四手功、台步，都是很扎实的，都是很扎实。伊运用搿些手指四手相当运用自如。台步呢，走得飘逸潇洒。我老师呢，伊非常爱艺术，伊精益求精的爱艺精神呢，确实是。作为我们学生来讲是非常感动。殷桂芳同志呢，他对他自己的艺术是非常认真的。那个时候好苦啊，上午排戏，下午演出，晚上还要演出，这个人几乎是连轴转，没有什么休息的时间，也没有什么玩的时间，都没有，一天到晚是这个样子，天天是这样的连轴转。但是他们毫无怨言，特别是在我们去了以后，要剧本要背出来。过去不用背啊，那些背出几段唱词就可以了，其他你就在台上你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可是我们去了以后不行，一字一句都要抠着，不能忘记，不能错。这个当然有一些演员是受不了的，就像我们在打来改革开始的时候一样。有些演员的确受不了，还有一些不认字的演员，你该怎么办？他在叫人家说给他听，然后他闭着眼死背，就这样子。那么不习惯的非常厉害。但是由于当时这个在大来剧场的袁学峰同志的强烈支持之下，这个就行通了。同样的这个问题在殷桂芳同志身上也有，他就是强烈的支持我们，他自己有以身作则。爸娘来了。
你想为了最不是叫苦苦掉下来与你风儿住。这是我朝朝暮暮的回复，这是我生生世世永相顾，这是我约定的人绝望，这是我从此难叫你苦啊苦。这是平地不服气。这些生活才能够有好每个人物。如果侬不懂生活，侬就有不好人物。确实是。譬如说，大家非常熟悉的银牌名剧和文秀《放弃》，双月放弃，里面呢有得半石头啊，就是窗口高来看不见啊，结果伊想哪能办呢？结果一看见一块石头啊，就引起可以提块石头去看得清。但是㑚可以看到，我老师一副眼神炯炯有神啊，人家讲伊会说闲话，搿副眼睛会说闲话。所以当伊眼神里看到搿块石头的辰光，啊，那仔细看，伊搿块眼睛里就能够看到搿块石头的大小厚薄，伊基本上就有了。啊，当伊要搬的辰光，搬搿块石头的辰光，伊个手，伊个脚，啊，手指搿么撩一撩，啊，脚嘛稍微放开点，衣裳嘛撩一撩，那么要用腰按下去，拿搿块石头呢搬起来，搬到窗口头前头。哎，那就可以看到，伊眼睛里有搿块石头的大小，伊手里向就有搿块石头的分量，包括手，包括脚，包括腰，手眼身法都连贯起来。所以搿种形体美啊，搿种动感有动态的搿种美，确实是不是三言两句能够形容得出。包括伊搿块石头摆好了以后，跨上去，走下来，撩起衣裳来。跨块石头上要跨下来，都非常美，都非常美。严桂芳钟情于艺术，艺术也没有辜负了她。在不断的学习、改革和实践下，她的唱腔和表演日趋成熟，逐渐形成了具有自己独特风格的影派艺术。被上海越剧观众公认为越剧皇帝。九里上月面见人，但见那边为初恋，从前一对毛驴妹，用手上边抬一抬。为什么青天把人门关以前辣那这个黄兰英啊，见胡文秀辰光呢，觉得过分伤心。胡文秀辣外头听，哎哟，听到伊哪能觉得介伤心，好像有眼勿大对劲了。伊急忙快点跨上这个石头，拿一只右脚呢，一只右脚脚尖踮起来，因为急了，急那么脚尖踮起来，踮起来就辣这个窗洞里向呢，往里向看，一看黄兰英昏倒了辣院子浪向，搿伊急了，搿辰光呢，一只脚尖呢踮起来，搿只左脚呢躺辣海，所以一急呢，搿只左脚想踏下来嘛，结果踏空了，一踏空了就踏到地浪向了。
但是相应之下呢，脚踏到地浪向呢，搿只鹅本来辣石头上头嘛，头升高，葛么一只左脚踏空了以后嘛，搿只鹅呢就不倒，就靠到搿只窗开浪向。哎哟，哎呀，连忙那只右手呢，快点握了搿个鹅捅下来，啊，那么一只右脚嘛慢慢就伸下来。搿个既生动又形象化的搿个动作呢，每次引起现场的哈哈大笑。啊，搿些虚拟的动作啊，这些非常强的效果啊，都是老师呢辣生活当中模塑出来，尽管是空的，尽管是虚拟的，让观众看得一清二楚，才能够接受才能够接受。因此呢，这个效果呢非常强烈。听得那边无声声，不见娘子黄飞声。我把还有自唱的，敢唱响来快飞鸣。哎呀，唱开高来看不见。哦，有了，眼快上头就看得清。万岁举目向南望，只见一间小草，小小香台朝上摆，父母叫一分两旁，三枝清香炉中茶，粉蔬菜要桌上放。第一碗白香红灯天堂肉，第二碗有见鱼儿扑鼻香，第三碗香橙蘑菇炖豆腐，第四碗白菜香瓜炒千张，第五碗酱烧葡萄浓又浓，第六碗酱油花椒在花上。他的唱腔自形成之后的几十年里，一直风靡乐坛，传唱不绝。在粤剧界演小生者中，取引腔的为数最多。所谓十声九引，就很形象地道出了他对人们难以抵挡的诱惑。还有《盘棋说棋》里面一场铜王，搿场是相当美。那么这个当时呢，辣戏谒声中，戏谒声中呢，交关舞客、亲朋好友，侪来闹新房。这个红烛高烧啊，这个喜气洋洋。搿新官人呢，就坐辣新娘子的旁边。这个新官人就是梁玉师。搿梁玉师呢，把那搿种亲朋好友，把那搿些舞客呢，闹新房闹得来难为情死了。所以呢，修红脸，低下了头，越闹越结棍，把一个头越低越结棍。啊，后头呢，突然之间，伊觉着室内房间里向哪能安静起来了，没声音了。哎，哪能会得没声音了？伊就坐辣海个人嘛，伊就拿两只眼神呢，偷偷叫往前头一看，哎，没人嘛。再拿眼神呢左右一扫，就对观众讲：啊，伊轻轻的，这个是一个内心戏啊，不是真正讲没言语的动作。就是头摇了一摇，没人了，侪走了。伊呢，当时呢就看到旁边新娘子，伊盖了个红巾，红头巾盖好了，面孔上盖了块红巾。伊就心里想：哎呀，真高兴啊！啊，新娘子谢云阳果然嫁到我屋里来，果然嫁拨我了，现在真的来了海了。所以，搿种无爱的幸福感觉啊，那伊来讲呢，啊，全部浮现了面孔浪向。啊，当时相当这个优雅的音乐声中，辣辣相当辣辣优雅的
音乐生的过门当中，伊就轻轻叫舒了一口气，渐渐叫个拿两只手头嘛透下来，慢慢叫立起来，就容易感情非常丰富啊，非常甜滋滋的，觉着哎呀相当满足，新娘子嫁拨我了。就辣辣搿种音乐声当中，辣辣搿种幸福感当中，轻轻叫唱出来，洞房悄悄情悠悠。后来还有呢，尹老师辣辣盘起洞房当中呢，叫三声娘子，那是叫得真惟妙惟肖，叫得真惟妙惟肖。就是把谢云阳头浪向，新娘子头浪向盖红盖头、红巾呢，伊就挑起来，挑起来一看，啊，新娘子比初见辰光还要漂亮，啊，像天仙一般美。搿心里向是真一不是一个喜悦，高兴万分。急于想，那心底里向多少人家想侬啊、思侬啊，那心里想讲个闲话呢，想吐。